以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来讲，我相信我无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都会全力以赴。我记得有一次媒体朋友，那是我私底下开玩笑讲的话，我说用过我的人都说我很好用，我会继续在民众党做一个很好用的人。左边这边。因为多元开放是我们的特色，所以不免也因为太多元开放了，所以当然内部会有一些摩擦的不要说冲突这是实际上是我们最近一个很困扰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能够做调和顶戴的这个工作。那刚好谢立功，我在这一段期间在过去的这半年1年当中，认识的人当中，我觉得他是最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他细心、爱心、耐心都有，那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觉得在现阶段，他是很适合我们党的需要。我们民众党有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具有冲劲，而且很愿意充分表达意见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更具有竞争力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当然，主席刚才有提到调和顶戴，我想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未来我会扮演好这样的角色。我知道民众党很多人对民众党这个样新兴的政党有很高度的期许，有很高度的期待与希望。我会抱持着我过去一贯的刚才主席我还没注意听到细心、爱心、耐心，我都很想在家，我很有毅力，很有恒心那其实我很愿意做调和顶戴的事情。但是我也跟各位媒体朋友做一个报告，以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来讲，我相信我无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都会全力以赴。我记得有一次媒体朋友好像形容我很压抑那是我私底下开玩笑讲的话，我说用过我的人都说我很好用，我希望我会继续在民众党做一个很好用的人。因为我要来协助主席，我要来协助我们的团队。人民对我们民众党既然有这么大期待，我就会让这个期待，让这个希望能够我竭尽所能来期待，来做好这份工作。那主席，那可以再问一下，因为有人讲说昨天就是蔡总统去基隆吃了蚵仔煎，然后有人就是形容就是说这是一种就是霸科，就是因为他吃科，有种霸科的象征。我每天吃那个空心菜所以这很无聊讲我每天来吃空心菜